嘉义县龙骨损伤协会利用六卡国小已经废校的棒山分校，改造龙骨损伤健身中心，提供民众更较安全友善的运动空间。来训练这个扩胸的肌肉吼，能够出来胃内底。配合专业的指示，龙骨侧损伤的伤友会当透过器材来做训练。嘉义县六卡乡的龙骨侧损伤者协会，今仔日配合护轮社捐赠的健身器材，成立龙骨侧损伤的健身中心。较早无力着，安尼爬起切就起哩啊，算速度加足紧的。因这练了，身体这个手尾就较变有出来。这个长期以来，阮有发现一项讲，其实俺家的身心障碍朋友，因拢无一个足好的运动的场所。咱这样一个好地点，然后有器材可以进驻，然后帮助更较侪人啊。嘉义县龙骨侧损伤者协会，2018年的时阵申请领用这间已经废校的学校空间，搁伫遮推广一寡运动比赛。即马搁成立健身中心，有伤友就讲，会当有所在符合因的需求，嘛会较愿意来运动。外面的一般不是身障的人在设计的，比如说要怎么上去的，一般我们可能会很少去接触那边，主动去接触了。现在协会有的话，那我们想一定是针对我们身障朋友而设计的，所以我们就很乐意出来。阮的协会就是拢欢迎这各位这商友吼，会当来这安尼做运动安尼，会帮助阮身躯安尼身心的障碍会当发挥伊的功能啦。协会表示，龙骨侧损伤是永久性伤害，95%的伤者拢需要坐伫轮椅，所以活动的范围拢受到限制。这个周边半当的健身中心，无但会当加强因的体能，嘛互身障人士加一个会当做伙运动、互相交流的所在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